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云林县种金蕉的面积700公顷，高丽菜搁较侪，超过1700公顷。云林县政府特别邀请大总铺用金蕉甲高丽菜做创意料理。云林县长张立生含青及饭店的总铺师，则会用云林金蕉含高丽菜做料理，推广云林在地生产的优质金蕉含高丽菜。高丽菜其实生产的高峰期最近陆陆续续会来了。冬天正是品尝高丽菜最好的时候，不管是香蕉，不管是高丽菜，推出来给大家，就是想说，最好的时节，品尝最好的蔬果。云林的金蕉在寒天品质稳定，口感嘛赞。云林嘛是高丽菜上主要产地。青水甜，民众便那家过拢有了解得起。那我们希望全台湾以及我们很多的国家都能够品尝到我们云林县最新鲜的蔬果，也品尝到我们最新鲜的这个云林良品哦。云林高丽菜含金蕉今马当咧促销，有兴趣人客欢迎来到云林吃好料，扣熟会。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